来看台南的消息，有乡亲伫台南安平游艇码头参加活动，想要到看到真个鱼仔跳出水面，甚至有个跳出来到栈道顶。有的囡仔看到这个画面真欢喜，赶紧去掠鱼啊！有的囡仔是惊甲哭出来。这专家是讲，这是秀南的温仔鱼，最近因为北边的冷空气落南，大尾鱼仔呢才会收到沿海。这温仔鱼为了逃命，才会跳上岸。 鱼仔亲像所有同款，直直跳出水面，游客拢真欢喜，甚至阁跳起哩码头顶。囡仔和大人欢喜掠鱼仔，因为脚底拢是赤赤条的鱼仔。游客头一摆看到这个画面，拢感觉真熟悉。是暗时7点，游客来到台南安平游艇码头参加活动，前面就看到鱼仔跳出水面，画面真壮观。那刚好就是有个趋光性，这个鱼就突然这样一跃而上来到这个码头上面。 天光过来看卖咧，嘛是当看到真侪鱼仔伫咧水内底游水。专家讲，这种活跳跳的沙丁鱼，佮叫做青鳞仔，平常时啊伫咧内港出现，伊的臭味真重，鱼饲济，较袂摕来煮。啊，这摆会跳出水面，唔是因为地重，是惊捡大只鱼仔食落腹。东北季风的期间呢，大鱼它就是会停靠，回流进来，在这个安平港这边，刚好就是一群鱼的部分又被大鱼追赶，那就鱼群就是一跃上来。 在这个的码头上面，鱼仔为着逃命，拢跳出水面上。不过最近哈咧看画面，和游客拢感觉真神奇。